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真的是书店，你们忘记了？隔壁在看书呢，他一直听到拉贴子，拉贴子，他听了会头痛。没关系，让他头痛痛一下而已。好，要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最后一首歌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好。唱一个阿美族的很简单的歌曲。阿美族有一种唱法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领唱，其他人打唱。打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。这是人类学者说的。这是很简单的，不用害怕。使命带着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但我们要有出草的心情。没有，为了什么出草？为了唱歌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当你唱哦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然后打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很简单啊，打唱只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。其中又有3个字一模一样。如果你还是不会唱的话，原住民也没办法救你，懂吗？练习啊，很简单的。还有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。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哈呜啊嗨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好听哎，哇好听！没有在书店唱过歌哦。很嗨哦，看后面的有没有嗨？哇，我在书店唱过歌哎。妈妈等下打电话问你去哪里？我刚刚在书店唱歌。要唱好不好？都要唱哦，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。要唱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起唱《石头歌》。
谢谢。